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6年6月8号，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。今天这个胡适还是出了意外，胡适今天大調整 ，A 股三大指數今日集體下跌。咱們這叫調整，不要搞錯了。這個美日韓那叫暴跌，咱們這叫調整，希望大家要理解。截至收盤，上證指數微跌1.7%。深圳成指微跌3.2%，創業板指數微跌3.69%，科創50指數微跌4.3%，全市場成交額2.82萬億，較上一個交易日成交額縮量2773億，這都是正常調整。這個跟美日韓亞太股市不一樣，他們是暴跌，他們是崩盤，咱們這是正常的一個回調。那今天參與回調的股票也是不少的，洗一洗更健康。今天回調的股票是4591家，拒絕回調的是899家，90%的股票都回調了，也就是更健康。大概有一半的股票回調的幅度是在3個點左右，這個回調的幅度還是不錯的。金融消費者情緒穩定，我看有一些金融消費者他為了避免今天這個情緒受波動，所以很多提前在昨天就已經把 APP 給卸載了，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，經過這一輪回調，胡適將會走得更加健康。按照任澤平老師的說法，現在是倒車接人，這個科技牛這只是中途接人，所以大家要勇敢的上車，不要怕，對吧？我們主要是看一看亞太股市，這些股市他們是崩盤走勢，亞太市場黑色星期一。三星、SK、海力士一度暴跌。根據《金融時報》報道，今年已上漲逾1倍的韓國股市一度暴跌8%，觸發20分鐘交易暫停。韓國的股市上一周還是在向上熔斷，今天就玩向下熔斷了。韓國綜合指數主要由芯片制造商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主導，兩家公司股價均下跌10%。這個指數目前已較上周創下歷史高點，下跌15%，再跌5%，那就是熊市了。因為回調超過20%，那就是熊市。但是這一點在胡適不適用，胡適調多少都是健康的，這個一定要記住了。我們說的都是美西方的這些日益沒落的資本市場，它這些腐朽的這些制度，這個經驗在咱們這個市場是不一定管用的，一定要記住了。東京股市方面，科技股權重較高的日經225指數早盤下跌4%，那肯定是暴跌。這個4%，日經225指數下跌4%，那就是暴跌。覆蓋面更廣的東證指數下跌2.7%，那也是暴跌。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上周五下跌4.2%，那也是暴跌，不用說了，創下去年4月10日以來最大跌幅。所以說，美西方、日韓、亞太股市那都是崩盤走勢，唯有咱們這邊風景獨好，情緒穩定，穩中向好，大家不用擔心。晚上把這個 APP 繼續裝上，明天該加倉，充分享受這一輪科技牛、人工智能帶來的牛市。這個《金融時報》說，市場越來越擔心追逐 AI 熱潮的公司估值過高，那是美西方、日韓的 AI 估值過高。他們雖然估值只有8倍、10倍，那這個估值也是高，不像我們。我剛才已經說過了。咱們的市場估值2萬倍，那不叫高，完全是正常的。因為咱們科技股是新生兒，指標高一點不要緊。日韓那都是叫毛跌之年，它那指標稍微高一點，那就是要命。所以說，雖然他們市盈率只有5倍，那也是估值過高。芯片制造商和存儲芯片公司股價大幅下挫，藍籌股指數標普500上周也下跌了2.6%，那肯定是崩盤走勢，結束連續9周上漲。那肯定是這個，咱們早就說出了，一針見血的指出，美的的股票連續9周是在累積風險，直到上周五終於繃不住了，崩盤。所以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，胡適早有先見之明，一直在4100點震盪，這叫先見之明。所以我們就避免了一輪暴跌，暴跌對資本市場不好。韓國指數暴跌導致韓國的交易所高度緊張。面臨韓國股市崩盤走勢，韓國交易所周一召開緊急會議，討論在波動性上升之際維護市場穩定的措施。這一點，韓國就應該虛心的到咱們這來學習請教，來這個學個一招半式，回去就夠用。你看咱們是怎麼把指數一直放在4100點，
怎麼調控的。所以韓国還得學，不光是韓國的交易所高度緊張，連韓國總統都出來喊話了。6月8日，韓國總統李在明表示，我認為韓國股市目前仍被低估。那韓國總統也不懂資本市場，你們韓國股市市盈率，海力士8倍市盈率都已經多高了，對不對？還說被低估，咱們2萬倍，咱們科技股2萬倍，那才叫低估。李在明他既然说，他说所有韓國人都從股市上涨中受益，你这個零和博弈。怎麼可能都受益，對吧？都賺錢，那你賺誰的錢？所以這個韓國總統他完全就不懂資本市場啊，就在這胡說。他說股市出現波動在所難免，股市正逐步走向合理估值水平。韓國必須擺脫由房地產驅動的經濟模式，將加速住房供應，應當增加非自住房產所有者的稅收負擔。這李在明到底什麼意思？他懂不懂經濟？對吧？你房地產人小陽春嘛，你不會嗎？房地產企穩回暖，你不會嗎？說這玩意還確實要到東大來學習學習，這個韓國確實不行，上不了台面啊，得來學習學習。你來看看咱們是怎麼救樓市的，一救一個準。現在樓市已經回暖了，已經開始漲了。你看看股市很穩定，4100點多穩，而日韓股市就暴跌，它是猴市。說多了無益啊，還是勸日韓趁早派團隊、派專家過來學習取經，最好是組團來交學費。你成立一個基金，對吧？100億美金的過來到胡適來練一練，分分鐘教他做人。首先讓他們要知道你怎麼樣宣傳胡適市場、資本市場。我看韓國人、日本人的，包括美國人，宣傳資本市場夠嗆，也不在行，對吧？就缺少胡錫進老師這樣的人，也就是他的立場有問題。在胡錫進老師看來，這就是或者在我們的專家看來，國外的股市、資本市场，你比如說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亞太資本市場，當然了，印度也算上，怎麼看待呢？當他們漲有問題，叫崩潰式上漲；下跌呢更有問題，那是崩盤，對吧？漲有泡沫，他們的人民生活壓力大、焦慮；跌，那就更加說明他們的經濟有問題，因為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，你股市都跌了，你還好意思說啊？那你那肯定是經濟有問題，人民生活更有困难。這個就看你從什麼角度來說的。那我們這邊那當然是好了，胡適漲，人民的財產資產增加，胡適從80萬億現在到130萬億，一下增加了50萬億，多好！這財產增加是不是這個道理？胡適要跌了呢，那是價值洼地呀，那去到處都是金子，你隨便撿，人民的幸福感是不是高？你隨便去買哪只股票它都會漲，都是洼地，漲了，你看人民財富增加。最近他還發了個視頻，列繼鵬作為證券專家，他發了個視頻，但視頻挺長的。他那個意思是這樣子的，他說大盤在4060點徘徊了7個月，只漲了60點，30萬億新增財富，你看財富增加了30萬億，這開玩笑的是吧？你房地產跌到現在才跌掉多少財富？150萬億，股市這一漲30萬億回來了，但是啊，財富增長跟我們散戶一點邊兒都沾不上。說我們終究還成了買單的那些人，說散戶這個觀點不對，認知格局也稍微低了一點。散戶雖然暫時買單，暫時好像有些虧損或者賬面浮虧，那叫浮虧，你不賣不叫虧。胡錫進老師已經說過了，不賣不叫虧，那叫浮虧，賬面浮虧。但是你還要算別的賬，你這些散戶為了咱們硬科技，咱們的科技，他奉獻，他貢獻了。他有付出，所以他有一種自豪感，參與了人工智能，咱們跟美國之間的人工智能競爭，散戶參與了，他有一種自豪感，他無非損失，無非就是賬面暫時的一些虧損，但是他這種自豪感可以伴隨他終身的，他終身都會在這種自豪感裡面，所以說獲得還是多的。所以說我覺得列繼鵬老師說的不對，列繼鵬老師他說不敢想股市會漲到5000點。為什麼呢？就是他說他以前列繼鵬老師他不是天天鼓吹要到4000點嗎？他就留4000是吧？他天天在各個論壇都說漲到4000點，現在到了4000點之後，按理來說你得更上一層樓，對不對？更進一步，那你到了4000，你得喊5000了，對不对？你停在那兒說咋回事？列繼鵬老師說，我可不敢喊5000，為啥呢？他說因為制度沒跟上。你說這叫什麼話？這作為一個證券專家，你怎麼能跟一個自媒體一樣，对不對？咱這樣的自媒體一天到晚說這個，因為咱們認知比較低，看不出這種大的深奧的這種
叫下大棋是吧？这是戰略。所以說董事說這個制度不對，有問題。你是專家對不對？你應該看得更深更遠，不能跟一個自媒體一般見識，對吧？你也說制度沒跟上，這就不對了。這個我覺得劉繼鵬這個說的不對。他說對於5000點我不敢說，因為制度建設尚未跟上。今天咱們又回到了4000點以下，不知道劉繼鵬老師是作何感想？也就是說目前這個制度能不能支持4000點，這是劉繼鵬老師要接下來要去研究的。他的意思是5000點支撐不了，那4000點能不能支撐？4000點保衛戰現在已經打響，能不能回來？我現在看了一下，很多財經自媒體，還有一些財經專家，還有證券專家、經濟學家，他們的鼓勵很多人去參與資本市場，怎麼說？這個值得提倡是吧？這是正能量，參與資本市場。但是這些財經博主、這些經濟學家、證券專家，有一點還是有欠缺的，他們總是從賺錢的角度。總是從物質角度，總是說你拿了錢去買就能賺錢，這就不對了。也就是鼓勵年輕人、00後金融消費者拿着錢把存款拿出來去資本市場，這個沒問題。但是你要把道理說清楚，你這個進去不是為了發財，是為了一個情懷，為了支持硬科技，為了支持跟美的競賽，人工智能。要從這個方面，要讓散戶，要讓進去的這年輕人有獲得感。你不要老讓他盯着這个賬戶起起伏伏的，一會兒漲一會兒跌的，這些年輕人他受不了。而且他本來最大的意義是參與科技革命，參與這種中美之間的競爭，把美的幹趴下。本來這麼高的一個比較可以升華的一個東西，結果最後落腳在一個賺錢，這叫因大失小。所以說，我覺得很多經濟學家、證券專家還有財經媒體，他們的捨本逐末，這叫捨本逐末。你應該教育進來的散戶、金融消費者，你們是參與一個轟轟烈烈的科技革命。我們正在跟美的科技競爭最關鍵的時候，你來了，你10萬投了8萬，你把你這個從嘴裡省下來的打工血汗錢、窩囊費，你8小時換的那個錢，還有的把父母掛到百合網去了。籌集的錢參與到人工智能這種革命之中，那這個意義多大呀？所以說不要老想着賬面上賺的那點錢，那個都是小事，不能捨本逐末，這是我個人觀點。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專家都已經偏離了方向，更宏大的敘事沒抓住，進去引導這些金融消費者去關注股票漲跌，那有什麼意義？金融消費者應該長線投資，做長線投資者，像上海建工爺叔那樣的。到老都要做一個長線投資者。老有網友問，為什麼父母要掛百合網？其實這個簡單，因為現在各個地方不都是高彩禮嘛，父母掛百合網，到時候還可以收一筆彩禮，談婚論嫁，父再娶，母再嫁，都可以收彩禮。收了彩禮之後，你想想5萬8萬，那也是錢，哪怕1萬2萬。關鍵你可以加槓桿，買房子可以加5倍槓桿，首付20%，15%那是7倍槓桿。股票你可以1倍槓桿或者2倍，對不對？所以說你不要小看那5萬8萬的，你乘以5，那就不少錢了。進去做貢獻，滿滿的獲得感。我們再看這個時代財經，它6月6號刊登一篇文章，叫嘴上長期看好，手上精準減持，高管套現。不能總拿改善生活說事，這是時代財經發布的評論文章。他說，今年以來股市行情火熱，散戶跑步入場，這本應是資本市場活力迸發的景象。然而，當上市公司高管、大股東的減持公告如潮水般湧來，這場本應共贏的資本盛宴，卻透出一股割韭菜的含義。數據顯示，4月、5月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減持計劃最為密集，合計披露上市公司數量約600家，僅5月就有397家公司發布減持相關公告，較4月新增201家。從減持的主體來看，多為上市公司的高管和持股超5%以上的大股東，而從行業來看，電子、半導體、計算機、高端製造等科技屬性越強的行業，越是上市公司高管、大股東減持的高發區域。
部分公司的高管一邊声稱看好公司長期發展，一邊精準減持，而減持理由則是千篇一律的個人資金需求、改善生活。上市公司高管、大股東言行分裂，消耗的是市場的信任，少一些精準套现，多一些長期陪伴。當散戶用真金白銀為公司投票時，內部人至少應展現基本的共進退姿態，設定更長的鎖定期，承諾更低的減持比例，在股價低迷時主動增持，這些並非法律強制，卻是信心的最佳表態。這是時代財經的評論文章。這個時代財經，我覺得應該查一下這背後股東到底是誰，怎麼能寫這樣的文章？這個文章可以說眼光非常淺，這個是不利於我們跟美國競爭人工智能，对吧？跟美國競爭高科技。為什麼？這個時代財經就是典型的既想馬兒跑，又想馬兒不吃草。他的文章說，很多上市公司科技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東高管減持，這個為什麼不能減持？人家這邊每天要加班，頭髮都掉光了，对吧？搞科研，研究机器人怎麼翻跟头，对不对？那機器人怎麼扭秧歌？你怎么能讓這些搞科技的勒緊褲腰帶，說我們跟美國幹？那你幹不過啊，美國人，對不對？那老黃、馬斯克他們給員工發工資呢，發多少？那個 SK 海力士是不是啊？一發的發幾百萬獎金。我們的科技人員，孩子的輔導班的費用都交不起，還得去套現來交，好意思嗎？你怎麼還能人家不讓人套现？這個是我覺得說不過去，是吧？第二個，人家把這個便宜的籌碼給到散戶，那都是滿滿的關愛，都是一種，這都是讓利啊。因為這個股票它還能再漲10倍嘛。任澤平老師說的這是科技牛啊，後面還漲10倍的，人家現在就拿出來給散戶，你這不是讓利嗎？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媒體到底是幾個意思，我實在想不通。這樣的文章怎麼能讓它發出來呢？有關部門難道就不管嗎？對吧？這是典型的唱空。這個文章的潛台詞就是這股票不值這個錢，所以這個大股東高管先賣，你這不合適。你要想象這個股票它現在是100塊，但是它未來是400塊，是1000塊，那人家现在100塊賣給散戶，那不是這不是讓利嗎？妥妥的是讓利啊！為什麼就變成欺詐，就變成沒有信心？這個我就不理解，一點都不理解，是吧？哎，這個股票從20現在漲到100了，漲了5倍。高管覺得大家都認為這股票未來能漲到1000，那我現在提前把這個給散戶，這不是對散戶的關愛嗎？這不是讓利嗎？難道等到1000再賣給散戶更好是嗎？所以說，你說這哪兒出了問題？不讓大股東，不讓高管減持，那就是耍流氓。那潛台詞就是認為這股票漲不了了，後面漲10倍是假的，忽悠人。最後我們再看看胡锡進老師，這個胡锡進老師很有意思。这2天高考，胡锡进老師發了幾個關於高考的帖子，但是高考已經沒有熱度了，沒什麼好聊的。6月6號，胡锡進老師發了一個帖子，他這個帖子引起了很多網友的這個群嘲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下面的評論，那評論一下就很熱鬧。他發的什麼帖子？他發的是一個關於俄羅斯和烏克蘭俄烏戰爭的。胡锡進老師一改這個常態啊，他一晚都是那俄羅斯都是正義之師，烏克蘭都是活該，找揍，就這種態度是吧？烏克蘭人反抗俄羅斯的侵略跟侵略不一樣，這是胡锡進老師的這個觀點，侵略跟侵略不一樣啊。烏克蘭人反抗俄羅斯那不叫反抗侵略，俄羅斯打烏克蘭也不叫侵略，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咱們中國就是侵略，這倆不是一碼事。這都是胡锡進老師著名的論斷，這是他的觀點。胡锡進老師6月6號他發了一個微博，他說俄羅斯和烏克蘭原本是2個兄弟國家和民族，都是西方挑的，北約東擴鬧的，而且從根本上說，俄烏廝殺是蘇聯解體後遺症的猛烈發作。無論誰對誰錯，這場戰爭現在都該結束了。無論談出什麼結果，只要和平了，我相信兩國民眾都會歡天喜地。已經打4年了，兩國民眾肯定都累了。很簡單的盼和平，對老百姓來說，和平本身就是公正的。老胡個人強烈希望俄烏能夠在今年內解決分歧，實現戰爭的結束。胡錫進老師又開始和稀泥了，他說就是戰爭不論對錯，就誰對誰錯不重要，停下就行了，不打了就行了。那二戰結束之後，為什麼還審判？你不打了不就行了嗎？停戰不就行了嗎？為什麼還要
還要對這個戰犯進行審判，還要處死那些戰犯，為什麼還要賠償？你不知道胡锡進老師到底什麼意思？所以胡锡进老師這個微博一發，下面就整個的非常熱鬧。我想說的是什麼？我想说的是这個戰打了快5年了，4年多，確實印度很多網民已經發生很大的分化。這個戰爭剛開始的時候，基本上是一邊倒的，那都是俄爹威武，俄爹厲害，俄爹霸道，鋼鐵洪流，一字長蛇陣，閃電戰。澤連斯基不敢看普京的眼睛。那個時候，你只要說這個正義必勝，那會討了一頓痛罵，各大平台也不讓你發。我和很多人都知道，現在慢慢的，雖然各大平台還不讓你發，還在控制，但是這個印度啊，他這個兒子兒孫好像少多了，氣焰也沒有那麼囂張了，一下少多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啊？偶爾的冒出那麼1、2個冥頑不化的兒子兒孫，在那陰陽怪氣。打到莫斯科了嗎？這些都是頭腦還比較這個花崗岩一樣的啊，腦子還停留在2戰的時候，對吧？對現代戰爭缺乏了解，所以說這是比較有意思的一個現象。所以胡锡進老師作為頭部黃俄，黃俄中的頂流，他發了這個微博之後，他下面就翻車了。為什麼翻車？因為兒子兒孫少了，替俄爹說話的少了。有很多人發現這個俄爹真的是爛泥扶不上牆，你怎麼吹沒有用。慢慢的發現問題出來了，甚至有一些人對俄爹本來是恐懼害怕，是那種是基因裡面帶的害怕，但是慢慢的看到這個跟烏克蘭打成這樣，這種恐懼啊就少了好幾分。你發現俄爹不過如此啊，所以說才會在最大的黃俄他的微博下面出現這種翻車現象，大家一邊倒的都在嘲笑胡锡进老師。這就是俄烏戰爭打了第5年的時候，在印度兒子兒孫這邊發生了一些變化。當然了，就連人家俄羅斯那些正能量博主，那些好戰分子都開始在唱衰了。兒子兒孫還怎麼好意思舔這個臉在那吹呢？尬吹，確實也丟人現眼。人家自己都在那開始說不行了，扛不住了。印度的很多專家是吧，坐在電視上說俄羅斯打烏克蘭，那不就是像打幼兒園一樣的嗎？結果現在發現一腳踢到桿板上了，這個幼兒園還挺難打的。但加托老師發出的疑問，不能叫疑問，應該叫質問。加托老師質問：試問當今天下，有哪一支軍隊能夠抵擋俄羅斯的鋼鐵洪流？這答案呼之欲出啊！一個幼兒園的學生就擋住了，你說氣人吧？黃俄忘記了老祖宗說的“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”，這可是老祖宗的祖訓。黃俄，對吧？應該知道一些，不要鬧笑話。好，這期節目啊，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。謝謝大家。